燕姐帶嚟睇我哋今一場嘅標王2024廣東省平洲珠寶玉石翡翠公盤開始啦！好燕姐帶嚟睇史上最貴嘅地攤貨，你睇下，件件都係你心頭好啊！然後今一場咧係我哋平洲首屆嘅有和田玉嘅公盤啊！走，我帶嚟睇和田玉。嚇親你啊，真係你睇，哇！天空雲都變很輕，等待日落再和你相遇，夕陽和晚風都很想你。橘紅色的天空難免讓人動容，這一刻看到你也會跟着心動，就在這吹着風，看着人潮洶湧，感受着心放空，像是一場夢，不說動人情話，看你紅紅臉頰，就連夕陽顏色也跟着變化，沒有多餘表達，彼此默契步伐，跟着微風一起走過初夏，將你放進我懷裡，夏天的傍晚也動了情，細數着美黑的天空慢慢靠近，閃耀在你的眼裡。作為我們南方的，我們就看翡翠看多了，你們好好看一下，這和田玉是長這樣子的時候，不知道切開怎麼樣啊？寶蘭姐對和田玉還是有點空白，好好研究。